好，屬龍嘅朋友，今年有粒天解星，天解星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星，可以所有嘅問題都迎刃而解啊！咁如果你講得咁好嘅話，咁天解星喺譬如打工仔啊，或者做老闆咁樣啦，咁對佢哋嘅工作又會係有啲咩好處咧？嗱，如果係做老細嘅話咧，有天解星咧，喺生意上邊有任何困難嚟講咧，其實都好多貴人幫你咧解決呢個問題。至於打工嘅時候咧，亦都冇問題喎，身邊好多同事咧都幫你啊。咁係咪真係有粒貴人星啊？算唔算啊？可以咁講。哦，咁我想問下，如果感情運咧，咁感情運又會唔會引起更加好啊？或者會唔會可以結婚啊咁樣咧？嗱咁樣，因為咧喺屬龍嘅朋友喺上年2025年嚟講咧，係有粒叫做天喜星，咁啊紅鸞天喜，紅鸞咧就係結婚，天喜咧就係生仔，咁啊佢又過咗噶啦。今年嚟講就冇呢兩粒星嘅，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如果結婚有仔嘅話，咁今年就好好啦，咁湊下 BB 啦，咁樣老婆啊、老公啊，一個蜜月期啊。咁我想問下，咁我哋講咗咁多好嘅星啦，咁有冇啲好嘅星我哋係要特別注意？有咁啊，屬龍嘅朋友留意屋企嘅老人家，咁啊多啲關心佢，咁啊留意住譬如佢有啲長期病患啦，咁多啲陪同佢覆下診啊，咁啊用多啲愛心啊，陪佢飲下茶，咁就迎刃而解啦。